疫情转好，病的人是愈来愈多，医疗能力不够，急诊人塞车，还有欠药的问题是真严重哦。有民众党的立委甲5大医护团体早起开记者会，因呼吁政府要提悬健保的总额，维持健保会当1点换1块。投资台湾，医疗永续。全台湾5大医护团体第13做伙开记者会，呼吁政府加强健康投资，提悬健保总额成长率。因为伫新冠疫情防护措施放零，再加上秋冬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峰期，今年门诊的利用率比去年增加7%，短期利用率增加20%，整体医疗利用率大幅度增加。医界担心健保点值被泡沫，第三季可能会降到0.8以下，影响医疗院所的财务收入。开一个刀，譬如说是1万块的台币，1万点，可是呢，到底这1万点？我们最后可以收到多少钱？第一个我们都不知道，因为它要过两个月后才会结算，所以1万点我最后可能收到8000块。要求就是1点1元，然后呢，年初的时候就要讲清楚。医护团体讲，医疗支出是投资，唔是成本。伫这几年常常传出医护人员离职、欠药的危机、门诊伤过值的情形。其实背后根本的原因是健保总额成长率伤过低。总额无够，相比较先进国家的成长资料，台湾是排上尾名。私医院整体的营运还是相当的这个困难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这边都有困难，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有能力去提升我们护理人员的待遇。由于这个 COVID 造成的这个点值下滑的这个影响的补贴，那么如果有不足的部分呢，那么我们也会研议，那么由安全准备金，那么来做指引。健保署强调，因为流感就医的人数增加，造成健保的点值下滑的问题，考虑要动用健保总额有备金来补，或者研究要动用健保安全准备金来应用。就等15拜3的健保会开会了后，才当做最后的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